日嘅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福喜來了》，我係 Rita 林玉婷。哇，母親節嚟到咧，第2位 Rita 祝福所有嘅媽媽母親節快樂。曉得為了收看《福喜來了》嘅媽媽，哇，你是係最有福氣嘅。講到母親節，大家係咩想到？愛送乜嘅花呢？係咪康乃馨？又係媽媽你最好乜嘅花？今日Rita 哋啲現場。動向有很多馨香之氣，你現場有請到動將嘅花兒同大家來分享哦。喺節目當中，兒同大家分享花嘅知識，韓國呢透過花做得本人心情講講哦。喺節目當中邀請到嘅來賓，記得係國內外都拿到金牌嘅冠軍大使，你實實來分享萬里花世界神仙眷侶，兩公婆先生好。大家好，我係常秀薇，我到萬里花市擔任藝術總監的職務。大家好，我係陳清玉，我係萬里花市的負責人。哇，歡迎兩位先生，先生除了哈自家有花師以外哈，像秀薇先生你本身係花藝設計師，韓國呢清玉先生你係園藝治療師，你都正經係最好嘅 partner 呢。哦，所以家下講神仙眷侶咩？你今日現場色彩非常非常嘅正哦，啊，去到安用您做節目，心情很好哦。家下講到吼，母親節係送花，所以我準備嚟了，本大家來考試一下哈。你覺得國內外冇窮外國家乜嘅花代表母親嘅愛，就得送俾媽媽呢？首先講到四鳳。是係你家下講的乜嘅花，大家咁啲，幫大家睇一下，先生睇解密一下好嗎？四鳳係乜嘅花？係康乃馨。康乃馨是你理一下，當西行送嘅康乃馨好嗎？該東鳳，東鳳係乜嘅花？是金針花或者是萱草，兩個是同樣的。金針是你識的呀？金針花，金針。哦，常有。請到故事哈，金針花，該你客家呢？客家音魯冰花啊，魯冰花。我們客家電視台好像有一個節目，就是魯冰花的連續劇。哦，係呢，你看魯冰花，你講路邊花，其實就從阿美共用，不是照顧人，好嗎？是我們生命的養分。是。好，個泰國係乜嘅花呢？泰國係這啲泰國係茉莉花，哎呦，今天茉莉花，茉莉花很淡雅清香，嘿，好，該原住民，原住民是野百合，哦，錯，你講嘅大文化啦，你講大文化，你係講係雜技，你嘅文是咪打太了？該越南跟印尼是什麼花？玫瑰花，原來玫瑰在越南跟印尼象徵這個母親哦，因為他們是共產國家，所以他們的母親節不在5月的第2個禮拜，他們在那個每年的3月8號是婦女節，婦女節他們慶祝越南，還有印尼，他們就用玫瑰花來慶祝。哦，原來還容易，所以其實母親節不一定是在5月份，知道嗎？是，如果說嚴格講。我們的母親節，西方的是在1914年、15年左右立法通過，美國的國會把它定為母親節。哦，是一個安娜的一個女孩子，她為了紀念她的母親，所以把它定成母親節，在5月的第2個禮拜是她媽媽的這個所謂的生日。那我們東方來講，它是沒有特定在哪一天，在漢朝的時候。就有把這個萱草，就把它做成母親節的一個花禮的樣子。特別是遊子如果離開家裡的時候，會在家裡的北院種下萱草，讓母親思念孩子。這樣。哇，係愛用音哦。家下呢講到聽老師這樣講哈，可能
妇女节，也系讲5月第2礼拜，也系讲头把安的故事由来，都系安尼爱透过这个节日，更多汉娜都会来表现安尼对妈妈的爱。其实线上今日带了很多发财，安尼做的一篇讲线上图安尼手做一下。如果我们母亲节花束，你想要走康乃馨，我跟你讲，大师谁大师哦，现场是都在做的，知道吗？其实安尼家讲到了康乃馨哦，像我因为我没动好发，我看到发。我知道讲，你系发又动到水色。评论讲带来这个是比较桃红色，但也有红色，也有粉色，也有白色。线上推你介绍一下康乃馨。我们先要来介绍康乃馨它的这些品种跟颜色。所以康乃馨它有分成大轮、跟中轮，还有小轮。就是大的康乃馨，我们称为单朵康乃馨。那我们刚刚常看到这个。就是单朵的康乃馨，然后这个单朵的康乃馨，它的花期是最久的，它也是最耐的。它如果依照我们现在这一支花，它如果我们照顾完善，给它有水分、养分的话，它可以维持20几天。现在的温度都还20几天。第二个品种是这一支是台湾的，这一支是我们称为多朵的，就中轮的康乃馨。这个多朵的，你看它这一支才1朵，这一支很多朵。多朵的康乃馨我们称为叫做中天使，小天使、中天使。那大朵是大天使吗？没有啊，但我们就叫做大轮康乃馨。大轮康乃馨你要叫它大天使也可以，反正没有章法哈。然后还有一个，我们今天因为很匆忙，没有把这个花带来，然后它就叫做石竹科里面的小可爱。它也是多朵，也有单朵，但它的花朵更小。大朵的它的宽度大概是在6公分以上。小朵的花大概在3到5公分，然后小可爱的就会更小，它就会低于2公分以下。是这样。所以这是康乃馨的品种。我们这个图卡对不对？老师，像我们这个图卡对不对？这个就是小可爱，它是属于羽状的石竹。康乃馨都是属于石竹科。所以在照顾它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待会如果大家有兴趣，我来介绍一下康乃馨的照顾的方法，怎么样让它寿命变得长一点，而且可以开出来，让你的妈妈看起来特别的高兴。现在就介绍一下，用半英做的冰下菇，给我们家讲，海绿耶做的冰20的以上，对，可以放这么久？可以的。好，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不同品种的康乃馨。它会影响它的寿命。今天我们所带来的，像这个大朵的康乃馨，就是大轮的康乃馨，你看是不是有好多的颜色？还有红色，我们刚才忘了拿过来。那有粉红色啊，有紫色，有双色的。光双色的这个边就是黄底粉红边，有黄底红边，也有白底红边、白底粉边。光这个双色品种就将近有20-30个品种，在台湾可以看到的。那老师，像不同的颜色，会不会有不同的花语？因为台干卖发是东好讲，譬如讲，康乃馨啊，也系桔梗啊，也系玫瑰，有某种用代表的意思。当然就是说，如果以红色的康乃馨，我们送给妈妈，就代表我们心里面最伟大的妈妈，然后无比伟大，还有我们无比爱的心，就把它发挥到最大。就是妈妈，我爱你，我们就会用粉红色，红色的这个康乃馨。那粉红色的康乃馨是，哎呀，妈妈你辛苦啦，然后温馨给你的祝福，给你一个温馨的祝福，所以我们会用粉红色的康乃馨来祝福妈妈。那你会选择黄色，红边或黄色的康乃馨。这时候黄色的康乃馨，我们会代表说，妈妈，你是我一辈子最好的朋友，又是妈妈又是朋友，就是友谊的妈妈。那我们会有一些白色，如果是纯白色的康乃馨，那就是代表妈妈不在了，我对你的思念永远不会忘记。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搭上这个叫做星辰花，就叫做勿忘我忘不了妈妈你的对我的一辈子的照顾。所以我们会选择白色的。那如果是白色、粉红色的边，这种双色的那个，就是代表，妈妈纯洁无私的爱，
好，这个又不一样哈。所以我们如果是紫色的康乃馨，那就会代表妈妈你是我浪漫的情人，是上辈子的情人。好，所以我们会选择这样。但紫色也有它有浅紫，还有深紫哦。然后紫色还有紫白边，所以康乃馨品种非常非常的多。像你看到它这个是白底紫边，好，这是白色底紫边。那接下来还有桃红色的康乃馨，也是大家常常看到，也是台湾比较常有的这个桃红色的那个非常讨喜，就是妈妈你是我最讨喜的妈妈，别人都比不上你。好，所以因此我想很多的康乃馨它表现出不同的花语，让我们感觉说。这么多的妈妈，好像人类很多种一样，花也是有很多种，所以我们用不同的花来表现对妈妈的爱，然后也可以表现出我们为人子女，用一点点的花来让妈妈会心一笑。在母亲节的时候，献上上帝赐给你唯一的礼物，就是花卉。哇，老师，该唐安讲的是都每一种花，佢代表意思都会动这样哎。那我可不可以每一种颜色都买？他可以扎成一束说妈，莫如很勇扮你，你就是我的最爱，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建议你每一种买，你可以选7种，然后把它7种组合在一起。那7种大家知道欧洲它叫做 Lucky Seven， 幸运的妈妈。一个完全的数字。对。大家有学到吗？原来做得安用的。是。不过它仅仅水色动酱，所以大家选择的时候真的是很丰富。刚才讲到我们保存其实有点小诀窍，长毛。是。在保存上，首先我们要先看品种，它是单轮还是多轮。那如果你看到是多轮，它的寿命大概10天左右。它的寿命比较少。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看，如果是大康乃馨，它有这种圆叶的。然后也有齿状的、羽状的、羽毛状的，那还有半圆半齿的，然后还有混合型等等。那如果以最耐的话，就是这种圆状的。那羽毛状的它会较为不耐，原因是因为这个康乃馨是属于这个特别害怕乙烯，就是乙烯是催花剂，就是在水果里面很多，所以你如果买了康乃馨。回来以后最好不要跟青菜、水果放一起，对，分开你不用控它它很快就不开就谢了，就是它不开了就萎凋，然后就会谢掉了。那我们有一种花叫做鸢尾，客家话怎么说？鸢尾花，它该不会有慢讲？英文叫爱丽丝啦哈。那鸢尾花你放在水边就常常它会萎凋，那个就是空气品质不好，就是空气里面的。这个像甲醛啊、乙烯啊含量太高，所以康乃馨我们要照顾它好。我们首先要放水，不要放太多，大概就差不多这样3公分左右的水，然后我们把它扦插下去。扦插下去之后，我们要剪的梗不要依照这一支剪平的，好，我们要讲斜的，甚至更斜一点。那如果更聪明，它可以剪锥形的。然后插进去的时候，水是浅浅的。那接下来就秘诀在这边浇水不要对花朵浇水，不可以，因为对花朵浇水，康乃馨的花瓣像纸片，然后如果浇水之后，水里面也会有一些不好的质量，然后它好像就是像卫生纸一样，纸就糊掉了，它就开不出来。那接下来就是水里面我们要放一点点秘诀。如果以康乃馨我们搭配满天星，的话。那我就如果假设是这样的搭配的话，那我就会放一点点的米酒，米酒让它醉一下妈妈喝了一点酒就会脸红红的然后这时候这个酒精呢，米酒有酒精的成分，会杀菌吗？它会有红细管炎，你会把这个果胶就是我们这个剪掉的时候会有一些黏黏的这个果胶会把它溶解，让水分充分的。抽水上来，所以小花苞它就容易开。第二个就是米酒可以杀菌，让这个那个细菌不容易滋生。那细菌不滋生，这个梗它就不会阻塞。这样子。唐先生啱啱講一次到要動到嘅項目，撼動上嘅學嗬，韓國地下有啲群啲小薇先生放咗這樣嘅法，大家聊下介紹咗嚟，你福氣來了。
节快乐！我李安娜，康乃馨是陶喜的妈妈，我们祝我自家母亲节快乐！哇，小薇先生，你刚好短短的时间是爆红嘞，真的很美丽耶！谢谢。哎呀，刚好呢，青玉老师每通大家介绍动豆，像这样子是我们大家都可以直接 DIY 的，对不对？对，就是3朵，就是代表我爱你的意思。对妈妈，对最高崇敬就是每天把不好意思讲的话，在母亲节当天就用花语来做表达，对妈妈的爱。嘿，所以其实这个我们一个小心意哈，把它化为行动，其实是走在表态动豆哈。两位先生你也安强哈，不过该东西唐狗你们踏入花艺的世界，刚开始其实不是说真的把它当成你们的志业在追求的，嘿吗？嘿。一开始我太太跟我们一起在经营花店的时候，我们是路边摊哦。然后因为我一直希望我太太学花艺，然后我们可以把花店做成立业千秋。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动豆朋友可以做行业，做了10年他就没有办法继续，所以我就希望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行业可以做一辈子，这样子。嘿哈，不过刚因为讲，我就是要投入这个花艺的世界，义无反顾呢。一开始我太太她也是很认真配合去学花艺，可以请她来讲一下她跟花艺学习的过程哦。听说这个是先生大力鼓励，有点半推销半强迫的方式。对，因为刚开始摆路边摊的时候哈，因为对花是懵懵懂懂，也不了解，只是觉得它很漂亮。所有女生的梦想都希望说啊，有一个花，这样每天看花很开心。刚开始是觉得开心，所以去做它。可是没想到做花很辛苦，从批花、整理花什么，然后在卖花的时候又不了解花语，也不了解花的名字，所以会很尴尬，常常会觉得说，哎呦，客人问这个也不懂，那个也不懂。哦，就会觉得说，啊，客人说我想要包一束花，可是我又包不出来，因为没有学习过，只是纯粹的梦想，喜欢它而已。后来开始我就觉得说，啊，这样子不行，这样常常被客人问到，然后也常常。觉得说对花的不了解，不够专业性，所以先生鼓励我去学的时候，我就跟老师学习。可刚学的时候会发现，学的时候自己很手拙，觉得自己没有开窍，所以在学习过程当中，我就会比较多人家一份努力，就是说，别人上1堂课，我可能一样的东西我要上2堂课，然后常常上到回去会觉得很挫折感重，就上了2堂课还是不能理解。后来慢慢发现说，是因为我们对很多的技巧的不清楚、不了解，经过我们自己再三的琢磨研究，我先生的鼓励，其实幕后最大的推手帮手是他。他常常会跟我说，你不要泄气啊，你再去多看看人家怎么做。后来经过自己研发出来的时候，会发现说，原来很多技巧跟那个克服了以后，技巧克服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它很多的乐趣，从模仿开始，然后开始慢慢的觉得有一点趣味性，趣味性之后再产生了一个，就是说你会发现它的形态与力与美，然后开始就会有一点创作，然后再做艺术。其实它的一路走来，其实是虽然很艰辛，可是过程是很快乐、很享受的，所以慢慢就会被这个吸引。哇，唐喜来动这样的故事啊哈，所以刚刚听起来你们感情也很好呢，感情动吼互相鼓励，你们讲好挫折，老公我就是不要，还卖好嘞。难免也会啦，因为当时有一段时间，我先生会鼓励我，不仅去在中立学，又跑去台北学，再出国学习。那出国学习的情况下，会带了很多新的创作。就是会用的色彩也比较大胆，用白色系，那也会用一些树枝枝干类，因为我们在德国啦、瑞士学习的话，他们毕竟花卉没有那么多，但是他们用的技巧很多，比如用树枝架构各方面的学习很多的手工艺。可对我们而言，20-30年前回来的时候，会得到很大的挫败感，是说我不要白色的花，对色彩的偏见。对树枝的不喜欢，他喜欢说，我给你的
设计里面都是要很多的花，它不要很多的叶子，也不要很多的枝干，也不要很多白花，所以在一些过程当中，两个夫妻就会就是有一点 argue， 他会觉得说，客人喜欢什么就给他什么，为什么你一定要很执着你的设计理念？可是慢慢的，年轻人就会慢慢被我洗脑，但是老一辈的你还是没办法。所以在这个琢磨当中，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改变我的设计理念跟设计就是路线。可是慢慢的会觉得我有一点坚持，那他也有一点商业，所以我们两个慢慢的琢磨期间其实很辛苦，但是慢慢走出我们属于我们两个互相磨合的一个方式，其实也蛮好的。现在想起来是很好的，当時很辛苦，會吵架。韓國女咧，因為呢，包含到國內外都得獎哦，在英國的切爾西哦得了這個英講金牌社提名了哈，而且還受到英國女王的賞識。你係騰動特殊的經驗嘛哈？這個也是一個機緣巧合啦。剛好英國有這個朋友，他們就來參加我們的蘭花展，然後剛好因為一個地震，他們就沒辦法，搭車去看蘭展。然後剛好那天，那個鄭秀偉他就在屏東有一個花展，然後在藝術館裡面，剛好那個英國的朋友就看到了這個資料，就要特別約我們喝茶，然後吃火鍋，然後就那一天看了他的作品以後，非常高興，希望邀請他5月就去參加雀兒喜。所以我們第一年，也是民國99年哈，去參加的時候沒有很充裕的時間準備，然後鄭老師他就帶着他的團隊遠征英國，第一次就是拿下銀牌，也特別為英國女皇做了一盆用客家花布做的那個蝴蝶蘭。然後特別叫做後心沙西米，然後用客家花布代表我們客家人的巴洛克的精神。然後英國女王就講了一句話，就受到英國媒體的關注，跟國際媒體的關注。她說：“鄭老師送的我的這一盆花要放在每天我可以看到的地方啊。”所以這句話講了以後，就很非常的轟動，這樣開始就爆紅了，更多人的關注。來從大家介紹，後來呢再去就得到金牌了哦。特別跟大家介紹這個藍色異想世界跟幸福芬多精，好不好？剛剛我們講的就是藍色異想世界，哦，就是我們是用這個我們台灣的一些特殊的蝴蝶蘭搭配，哦，就是我們的這個叫鹿角蕨。然後鹿角就像龍的爪，所以我們用蘭花的蘭叫藍色，哦，蘭花的顏色去搭配這個異想的世界，你要幻想它是一條龍。那這條龍從台灣出發，是我們客家人的龍，因為秀偉是客家人。然後這個蘭花異想世界代表什麼意思？代表說，在雀兒喜比賽的這97年來，沒有一個華人，沒有一個客家人走到英國的舞台。他是第一個華人，第一個我們客家人去到雀兒喜比賽，然後英國女王就特別欣賞他的作品，在離開會場之後，特別交代那個會場裡面的 Michael， 哦，他就特別要他跟秀偉老師說，明年你會不會來？哦，那對，然後他就秀偉老師說，如果我能來的話，我就一定來。他說，那你來的話，你要做的作品是什麼？我希望要做的作品是一個婚禮，哦，所以因此我們回來就很積極，然後就開始做了一連串的準備，在那一年的10月份，好，就特別把設計圖寄到英國去了，啊，還是民國99年，他準備民國100年的5月要參展，結果這個計劃一直沒有得到國家跟政府的支持，所以因此我們啊就在3月份的時候幾乎要放棄了這個活動。就剛好遇到了日本311地震，那時候我擔任台灣區花店協會理事長，我就為了要救花農，救我們自己花卉的產業，我舉辦了我們自己的花自己來銷售，所以在國內舉行了萬人插花，瞬間在1個禮拜之內把所有的花價平穩，而且把日本原先要外銷的花都在國內把它銷售掉，並得到國人的支持，啊，讓我們的花會的價格得到了平穩，因此農委會也特別
觉得行销的重要，在当时农委会陈武雄的支持下，以当时的政府支持下，特别就派了秀伟去参加了切尔西，然后第2次的比赛，是拿到金牌嘞。那一次我们就拿到了金牌。那一次的设计我们是叫做幸福的芬多精。大家想一想，就是你看你呼吸都可以闻到芬多精，那个芬多精就是幸福的味道。我们用5个元素，秀伟用5个元素来表达这个幸福芬多精。哇，所以冻豆蜜猴的既然是本大家汉拿豆的认识，无论是台湾讲的法，也是讲消费性上嘅功力的哈。好，我想等个下到转来节目当中，继续同大家分享更多精彩故事哦。大家转到了是讲又向的福气来咧 ，Rita 啦，2位来宾哦哈，2个先生都安强啊，带来安多的法，美讲动豆的故事，个故事谈到一般长么？安利来强调哈，小伟先生、韩国青勇先生，个讲到得奖的作品拿到金牌嘅幸福奋斗金哦，幸福分多金哦，个讲到有5张元素，是哪5张呢？我们特别用了教堂，然后花儿。还有风，以及这个水晶，等等5个元素，为威廉凯特他们那一年结婚，然后做了一些的设计，那这个幸福芬多精是来自台湾2300万的人的祝福，所以我们那一年准备了100个品种，然后在台湾带去，代表我们建国100年，这100年当中每一年1颗兰花1个品种。给英国人祝福，所以得到莫大的回响。所以在那个，我记得好像在美国也有杂志特别去讲说，难怪台湾会被女王所青睐，是世界的兰花王国。哇！所以因为秀伟的技术，然后他特别把这个兰花盖成一个教堂。这教堂分成2个教堂，有一个教堂，左边的教堂跟右边的教堂，中间有一个喷水池。左边的教堂是贵族的教堂，就是代表英国皇室；右边的教堂就是平民的教堂。大家知道威廉跟凯特是贵族跟平民的第1次的婚姻，他们2个在喷水池当中，还有水晶的见证下，还有教堂的见证下，还有花儿的见证下，共同变成了一个家庭，融合成了一个共同的教堂。所以秀伟的设计就是一种融合的概念。哇，好有爱哦！你都要用的法讲100种的兰花，兰花有很多的品种啊哈，摆出来非常的正，怎么会特别对兰花情有独钟呢？是，应该是秀伟他开始在设计花艺的时候，有想到一些可以帮助台湾外销的因素。那我们如果你拿发去欧洲走，这个花很容易谢掉。你会用的球，有台湾的进修。然后，所以我们特别想要说，除了兰花以外，好像没有什么花很耐运输。然后第2个就是，如果外国人跟台湾买兰花，他永久要跟我们买品种。因为我们台湾的品种冻豆，所以有很多的交配，所以每年都会来买，所以因此我们可以变成接力式生产，在台湾做苗，然后把我们的苗卖到欧洲去，然后他们再催花，这样又省运费，碳足迹又变少，所以欧洲会特别喜欢。哇，都有想法呢哈！台湾真嘅系兰花嘅王国啦哈，香港拿出去，安多嘅花，无论系东方还是西方都做得。一看到兰花，你是不是知道很有东方的韵味？东江，所以你都要安好兰花，好到自家创立品牌系啊，有一个美兰。是，当时是跟朋友他跟秀伟在创立美兰这样的一个想法，他就是说。如果我只是卖兰花，那这个兰花好像只是花而已。但如果把它变成一个品牌，那这个品牌，可能这个兰花以后会有化妆品。它这个兰花可能
不是一颗一颗的或一个品种，那它可能是一个造型，所以当时我们有外销一个货柜到了这个国外去，香港啊，然后整个是造型这样设计，都是秀伟亲自设计的。哇，动这样哦哈，所以事实上，用动都会心思哈。如何在花艺这条路，但讲我自己会走停停，用半年腾讯可能都会发怒，韩国用半年代表你台湾走得行出去，本国际看得到，哇，真是本一种上鼓励的。今日当然线上来到节目当中，来特别送你，一盆这样的染法，那染法是有意思的哦，同大家介绍好吗？了福气叠着来，福气贴连来，福气贴连来，用半年贴连来呢。福气哈，这个福哈是你讲蝴蝶啊，你客家人讲蝴蝶啦哈，蝴蝶哈，都有福气啊哈。韩国唐讲了，发恩有贤讲，用半年贤呢。你讲，我们特别讲蝴蝶兰哈，它特别是。如果是 A 级的话，它一定如果说是3.5寸，它一定会有12朵左右的花。所以12朵的花就代表你的福气12个月，12个天干地支，每个月都有满满的福气。所以也建议大家，现在我们在推广那个蝴蝶兰的无病毒株，然后买好的品质，就是支持我们国产的花卉这样子。然后我们特别用。秀伟他有自创的一个舞蝶雕塑法，然后把它雕塑出来，感觉像龙飞凤舞一样，然后可以让大家欣赏出蝴蝶兰的韵味。这样。所以欣赏，你两盆是蝴蝶兰嘛？两蝴蝶兰，你还有特别雕塑过？不也新呢？就是它有一个延伸的感觉，是吗？对。哇！我把蝴蝶兰本来是很僵硬下垂型的，常常外国人会问我们说，他们的蝴蝶兰很奇怪，他们喜欢往上升，直直的。他说为什么我们的蝴蝶会蝴蝶兰是往下垂？所以他们觉得很好奇，就会问我们说，我们的兰花是怎么雕塑？那我是跟他们解释说，其实蝴蝶兰它本身就像外面的蝴蝶这样飞舞，那福气。那我希望把它雕塑成我自己研发出一种手法，就是说。让蝴蝶兰它是有韵味的，有律动的，所以我在做的时候用铁丝去雕出一个就是像造型这样龙飞凤舞。那它可以，如果你技巧好了，它可以左，你想要它右就可以右，所以它的那个蝴蝶就不会像很呆板僵硬的在那边一枝花，所以它会变有律动、有曲线的，所以这样子就我会觉得它这样的姿态比较优美，像我们女人的在跳芭蕾舞一样，这样的一个比较律动，婀娜多姿，所以可以走的变得还有它的线条是，而且是很有弹性的感觉，让蝴蝶兰变得有价值性、有品牌性，是我自己想要走出这样不同的蝴蝶兰的那个风格，所以我就创立了一个叫舞蝶雕塑法的一个姿态，舞蝶雕塑法的姿态。所以线上今日在节目当中特别送了。福气贴连来，我相信你今年的12张嘅365日哈，看到你的节目都还有那改福气，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就是这个含义。跟先生，我想你还动无限哈，牺牲出关，好又去比赛，又去做一个参展哦，一走高溜哦。未来还有乜嘅新的规划吗？现在比较多在自己的那个孩子在加拿大，在温哥华那边有自己创立了一个就是 Only Flowers， 就是万丽花市，一个用英文的品牌去做了很多的一些教学，很多那个一些外国人的品牌，然后也有做一些婚礼啊，他们做的东西是发扬，就是把我们台湾的品牌在国际上发扬。那我自己本身是在。就是中国大陆那边有接了一些案子，都是大型规划，帮他们建造，就是交流兰花馆，兰花的概念。那我们的兰花不仅仅开了一次花，怎么样把我们在做展览馆的时候，它的花可以无限期的开花，这种技巧技术去做一些交流，然后他们也会常常聘请我们两夫妻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学术交流，然后帮他们做一些景观规划。现在目前的计划都在
这些交流。汉田洞都投入在兰花的这个长期的耕耘里面哈。我们公司是因为特别是在我们2个啦哈，因为已经50几岁了嘛，所以在我们那时候是希望在我们52岁以前哈，把那个为台湾可以出国去比赛的，然后去把它比赛完，所以我们很快的在法国南特，然后2014年就拿到了全场总冠军，然后我们的国旗哈，中华民国国旗第一次挂在法国的土地上，然后我们也在荷兰花博在2012年拿到金玉金像奖啊，还有雀儿喜的金牌，大家知道我们是唯一台湾人在欧洲拿下3个金牌的团队，是这样，所以未来我们的规划就是把我们所学的东西再继续发扬光大。哇，动精彩！一改发言设计师，韩国线上也系园艺的治疗师，透过无论系本推花定花儿，韩哪都会行出去，也讲透过花带给人快乐，本你的心情好，也都系当好的事情哈。希望2位先生继续带本大家有这样的心情，这样的花儿好吗？好，希望先生，谢谢。系第2位呢，再次祝福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当日都幸福快乐。再一次讲母亲节快乐哦！希望大家今半日继续看，等下继续睇咱先生来做运动，当日健康哦。张磊了，拜拜。